1995年，黎智英創辦《蘋果日報》，呢份以娛樂八卦、馬經、突發新聞為主嘅報紙，迅速成為香港報紙銷量冠軍。表面上看似純粹商業操作，黎智英對仇恨中國政府，早從創辦之初就將《蘋果日報》定位為反中平台，利用其影響力逐步推動反中亂港。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運動開始，《蘋果日報》全力支持街頭抗爭，鼓動市民上街，立場逐漸轉向明確反中央政府。2014年雨傘運動，《蘋果日報》更變本加厲，提供全面報導同支持，成為抗議者嘅主要宣傳工具。2019年黑暴期間，《蘋果日報》刊登大量煽動文章，包括社論同黎智英個人專欄，共161篇，煽動仇恨香港政府同中央政府，支持暴力上街，攬炒香港，呼籲國際介入，成為推港獨嘅推手。《蘋果日報》從最初以娛樂為主，漸漸轉化為反中亂港嘅武器。黎智英親自操控編輯方向，高層會議中一錘定音。多名《蘋果日報》前高層，包括張劍虹、陳沛敏、楊清奇等認罪證人，作供指證黎智英正係幕後主腦同推手。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亦以從犯證人身份作供，確認透過陳梓華同埋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獲資金同埋知識相關國際遊說行動，包括全球登報計劃同埋推動外國制裁，證實黎智英係相關協議嘅核心人物。黎智英透過助手 Mark Simon 聯繫美國政要，遊說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同香港官員。與此同時，曾經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嘅人士喺獄中深刻悔過。趙家賢喺初選案中被視為首要分子，獄中閱讀國家發展書籍，糾正偏頗價值觀，向國家及香港致歉，獲提早釋放。我希望我可以作為一個模仿嘅對象啦，就尤其是係啲在囚係犯國安相關罪行嘅年輕人啦。修例風波去到暴亂，去到我哋初選案，其實整體係一個套路嚟，係後面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士，其實喺後面操控住。我喺初選案都衝擊到特區政府以及國家嘅憲制秩序，好想就自己嘅過錯係向國家、香港以及市民大眾誠摯嘅作出道歉。唐英傑作為國安法首案被告，喺獄中反思過去受誤導，創作歌曲表達改過決心，為身為中國人自豪。我有一個都年紀較大嘅父母啦，即係我可能喺我出去嘅時候，佢未必已經喺人世啦。其實我真係懲罰緊我身邊嘅人。唔少因暴動罪入獄嘅青年，亦透過更生計劃學習自身，回饋社會。令人發指嘅咧，就係原來黎智英支流嘅人咧，對於年青人嚟講咧，指年青人啊、學生嘅嚟講咧，只係一個畫面。係要嚟幫佢呢，係要嚟完成一啲反政府嘅目的。佢都係有子女嘅人啦，為人父母。你見到其他嘅人呢嘅子女係鋃鐺入獄、前途盡毀，我真係唔知佢嘅感受係點嘅。我哋睇下黎智英喺成個過程嘅自辯嘅過程之中呢，佢有兩個樣嘅做法嘅。我成日見到，第一，將所有嘢推俾其他人，尤其是佢嘅員工；第二就係利用新聞自由呢，要嚟作一個盾牌，但係結果嘅時候，證據顯示到啲咩出嚟呢？就係等於佢成日講嗰句說話 ：I was the boss。佢先至係老闆，佢係成件事情嘅始作俑者，佢係利用自己嘅傳媒王國去控制呢個編採嘅方針同埋報導，煽動市民仇恨我哋嘅政府，更加咧係利用自己嘅財富啦，同埋政治人物嘅脈絡，從事一啲嘅勾結外國勢力。總而言之，佢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咧係罄竹難書，證據確鑿。2025年12月15號，
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，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全部成立，判詞長達855頁，指黎智英係所有串謀嘅主腦，損害中國同香港人民利益。案件押後至2026年1月12號聽取求情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。呢一判決彰顯法治正義，維護國家安全。